那国书，咱要看第3章啊。咱要对咱会对第1节啊，看起讲。顶礼拜啊，咱记得顶礼拜咱看到第2章的落尾段，讲到信心若无行为是啥物啊？是死的啊！信心若无行为是死的啊！其实遮讲的信心就是讲，信心是无成熟的吼，伊无成熟的信心，所以伊无行为。所以咱要成长的时阵，咱就有行为啊。所以第22节又讲啊，信心因着行为才得到成全啊！因为有信心，就有法通显出咱的善行来啊，咱的好诶行为来啊。对，到第3章，咱今仔要看的时阵啊，咱看到雅各伊对普遍性诶好的行为啊，什么叫做好的行为啊？伊对普遍性啊，伊进入到比较更加具体啊，就是讲什么啊？咱的言语啊，咱人啊，咱嘴所讲的话啊，所讲的话。所以伫第3章，咱较晚会看的时阵啊，对第1节到12节啊，是讲到咱要怎啊来管辖咱的指头，然后对第13节到第18节，讲到属天的智慧啊，属天的智慧啊。当雅各啊，伫雅各书伊讲到指头的时阵啊，这个是做第什么？是新约的作者内面啊，伊讲到咱的言语，咱的嘴啊。做第大做第最啊，就是雅各啊。咱伫咧读的时阵啊，咱会发现讲，原来啊，这个指头的问题，还是言语的问题啊，伫当初时的教会啊，应该是已经存在啊，已经存在。其实咱较晚来会看到，毋是讲当初时的教会啊，其实伫全世界啊逐所在啊，就是讲话啊，常常会互人有问题啊。但是咱伫圣经内面，咱看到雅各啊，伊真注重这个关于言语的啊，所以伫第1章19节的时阵啊，又讲干啊，咱着紧紧的听，然后着干啊，慢慢的什么啊，慢慢的讲，吼，紧紧的听，慢慢的讲。然后第1章26节，伊讲，若有人家己以为是敬虔的，却无掠着伊的指头，伊是咧干啊，欺骗伊家己的心啊。这个人的虔诚是假啊，是假。所以第1章26节有讲到咱的讲到指头啊。然后2章12节啊，伊讲恁既然要按照互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应该照着这律法讲话行事啊。所以这也是讲到咱着怎啊讲话行事啊，就按照律法啊。然后第3章，咱较晚要看，咱今仔要看的，就是规章讲大部分讲到咱的指头啊。然后第4章11节也是讲兄弟啊，恁唔通彼此批评，也是彼此诽谤，或者也是讲到言语的问题啊。所以伫当初时的教会啊，有讲起来不止严重的问题啊，所以雅各就按遐来写出来。但是咱若看是毋是孤单当初时的教会才安尼啊？其实咱看是教会内面真侪的问题，就是因为言语啊。咱家庭的问题也是言语啊，人甲人之间的问题也是言语啊。所以其实言语有真侪会互咱犯罪啊。有啥物款会罪啊？或者啥物款的言语讲是犯罪啊？咱有法人讲头一是叫做啥物啊？闲言啊，就是讲闲话啊，还是咱讲这 chismis 啊，这个是言语顶面的罪啊。然后咱就讲诽谤的话还是白贼话也是批评的话也是诡诈的话宣泄人的话还是有的人真够讲粗话还是真够讲什么歹话我捌听到，捌甲一个人咧讲话伊每一句两句内面拢有粗话出来两句拢有粗话出来，看咱像真变真平常的物件当然言语也阁有去叫做恶毒的话恶毒的话。其实伫圣经内面旧约咱有时间咱也去看箴言有讲真侪关于言语咱的话
有法通叫做什么啊？叫做甜、酸苦、辣有法通讲甜的话就是甜言蜜语有法通讲甜的话然后有法通讲酸的话酸溜溜的话豌豆的话有法通讲苦的话苦毒的话有法通讲也热的话所以其实咱的话有真侪款有真侪款所以咱要看一段的时阵，第一节到12节咱有法通来分做3方面我先将这三段讲出来看完咱来读的时阵，咱有法通注意就是第1节到第5节讲到言语的影响力言语的影响力。第6节到第8节讲言语的杀伤力杀伤力就是会伤到人然后第9节到12节讲到言语的无一致无可靠言语的无一致无可靠所以咱这时咱三角来看咱现开咱的圣经雅各书第3章第1到第12节，咱大家三角来读虽然未听到但是咱家己咱三角来读请我的兄弟唔通做人唔通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咱要受国甲党的审判。原来咱伫真侪事顶拢有假释，若有人伫话语顶面无假释，伊就是完全人，也有法通掠条家己的全身。咱若将足权放伫马喙内面，叫伊顺服，就有法通调动伊的全身。看船虽然真大，阁互大风来吹逼，只是用细细的舵，就有法通随着总舵的意思来转动。安尼一头伫北体中也是做小，却有法通讲大话。看做小的火有法通点着做大的树林。第6节。一头就是火，伫咱的北体中，一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有法通污秽全身，也会将生命的轮点倒起来，并且是对地业内面点倒的。别款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拢有法通制服，也已经互人制服了。独一头无有人会制服，是无治煞的歹物，满了害人的毒气。第9节，咱用一头相赞，迄个为主为爸，也用一头咒诅，迄个照着上帝形象受造的人，相赞甲咒诅对一个喙出来。我的兄弟这是唔应该的。泉源对一个眼来有法通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兄弟无花果树有法通生橄榄树吗？葡萄树有法通结无花果吗？咸水内面也无法通发出甜水来无法发出甜水来。所以咱来看一段的经文伊主要就是讲到咱的指头所以头一段咱要来看就是第1节到第5节，讲到言语的影响力言语的影响力第1节伊讲我的兄弟唔通做人做师傅唔通做人做师傅。所以咱看到伫遮，什么是师傅师傅就是先生师傅就是先生。所以雅各伫遮伊来坑伊的读者就是为咧读个伊写批对象讲，你唔通信某，也是唔通做先生。干若真伊叫人唔通做先生原来咱有法通看到，原来当初时有真侪人因愿意做先生因为伊做先生，因为特别伫第1世纪的时阵做先生伊的地位真高伊的地位真高。当然，伊遮讲先生唔是咧教什么册乃是咧教导上帝的话，教导上帝的话。因为伫圣经内面伫
以弗所书第5章啊，咱三合来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4章第11节啊。唔是这个，好，以弗所书第1章，对不住啊。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4章第11节啊，伊讲啥？伊讲伊所属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甲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躯所以当做是所想属的有做使徒，有做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甲有教师有教师所以当作是做传福音的做先知做使徒因常常伫教会伊就走真侪所在然后伫遐来建立无相的教会所以常常会无伫底常常会无伫底。但是牧师甲教师较常去伫教会内面会点较久会点正当然，牧师无逐个人有法通做牧师但是教师真侪人有法通做教师所以教师伫当初时教会中的地位是真高真侪人真尊敬因为因有法通教导上帝的话。所以其实若安尼看起来伫教会内面有真侪教师来教导上帝的话，咸是好的嘛？敢若外国伊伫一个所在，若讲唔通真侪人要做教师原来伊讲的原因是啥物因为做教师要受国甲党的判断国甲党的判断敢若上帝要国甲做会向伊来伊着敢若向上帝交效，有两方面真重要。头一方面你教导的时阵必须着教导真理必须着教导真理唔通袂做你教导假是讲唔对的道理唔对的道理当然咱伫圣经内面常常看到讲伫教会有一个叫做假先知有假先知有讲到假的教师因为伊咧教導人但是伫聖經內面看咱剩，我唔知你捌看到無講假的牧師聖經捌講假的牧師無？看咱剩無當然有講是講到假的牧者伫舊約個假的牧者，但是主要真侪人當初是因有真侪假的教師看假的教師因為因教導的真理是假當然有跩咧教導人的無拄因是條語過無拄是條語過，有可能因家己所領受的一個教導，伊讀聖經內面伊所領受的唔對的時陣，當伊安尼教導出來的時陣，會帶人行唔對路，有帶人行唔對路。我記得我咧讀神學的時陣伫台灣，阮先生就講伊講幾落年前無幾年前伊講伫山底伫台灣誒山底的教會或者原住民原住民的教會有一間教會因有創一個叫做一個四四角角的一個原來迄個牧師講伊講上帝啟示伊講因就創一個約櫃因就寫是照聖經講到約櫃的一個形式因就做一個約櫃就徛伫因禮拜堂的頭前然後因就佇遐來敬拜講迄個就是代表上帝的同在甚至這個牧師伊佇咧教導咧講話的時陣伊就用叫做什麼第一人稱什麼是第一人稱第一人稱是講就是講伊就是代表上帝就是親像舊約的先知講什麼耶和華安尼講
我干啊，你就干啊，看咱阵伊变做是以上帝啊，会出什么叫做讲话啊，发言论啊，伊就变用我干啊，你就干啊。其实这个物件就已经违背了圣经的教导，但是有真侪人安尼去做啊，有真侪人就听伊啊，所以教导做先生啊，做教导有一个真危险的啊，就是会将别人啊，会将人带到唔对的所在啊，带到唔对的所在，所以外国讲啊，恁着小心啊。第二啊，唔但啊惊教导会教导唔对，第二啊，我另外一项啊，就是外国所强调的，就是你所教导的啊，你家己有去做无？啊，你的言行啊，甲你所教训的啊，有相同无？啊，你所教导甲你做出来有相同无？啊，真侪人啊，是啥物？会晓教，袂晓做啊！你捌看到无？会晓教，袂晓做啊！所以其实这个毋是因的问题啊，啊，这个也是阮做牧师会拄着常拄着的问题啊，所以着干啊，真小心啊，着真小心啊。当然，这个毋但啊讲啊到当初是做教师啊，这个有法通延伸到啥物啊？有法通应用到咱每一个人的身上啊。其实咱每一个人啊，伫咱的日常生活中间啊，咱多多少少啊，少咱有咧教导人啊。咱会教人看怎啊做，特别咱现在是这个 COVID 啊，咱这个疫情内面啊，真侪咱的对网络顶面啊，对 Viber 啊，对 Messenger 啊，咱会看到有真侪的消息来啊，讲你着创啥，你着创啥，啊，咱听了的时阵啊，有时阵咱袂去甲看卖咧啊，去甲研究看卖咧啊，看跩所讲的对啊是毋对？咱就将跩物件干啊，播送互别人啊，咱就甲人讲啊，哦，你若对，你就干啊。有时阵啊，做跩物件却无伊的，无影是安尼啊，无影是安尼啊，所以咱会干啊，会变害人啊。有时阵咱啊，毋但咱的误人的子弟啊，咱也是有会干啊，会害人的性命。有人认为讲哦，既然安尼，我都免过去找医生咯。所以结果伊的生命无，伊的生命无去。所以跩咱要做先生啊，咱要教导别人啊，咱就知影讲，咱所咧讲的物件是对的还是毋对。所以当咱无法通来去看卖讲这个是对啊毋对的时阵啊，咱家己毋知影是对啊毋对，咱做地好啊，毋通将即跩物件分送出去啊，毋通分送出去啊，因为那安尼啊，咱会干啊，咱着负责任嘛，啊，所以圣经甲人讲啊，所以那国书就甲人讲啊，因为做先生啊，会受国较大的判断啊，会讲，然后伫第二节啊，伊继续讲啊，伊讲原来咱伫真侪代志顶面拢有解释啊，若有人伫言语啊，伫伊的话语顶面无有解释啊，伊就是完全人啊，有法通掠条家己的全身啊。伊讲原来啊，做先生的这个做教导的啊，教导人的啊，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咱用话讲真多啊，讲话讲真多啊，所以阮牧师啊，常常直讲啊，所以阮也是着真小心讲的到底是怎啊？伊讲若有人伫言语顶面无解释的时阵啊，伊就是完全人啊。伊遮意思啥物啊？伊讲若有人伫话语顶面无解释。意思是啥物啊？有人无？无人啦，无半人伫言语顶面袂解释。当然有个人解释会较做啊，因为伊无阁想，伊想到啥就讲啊，无阁啊三思而后行，伊无阁三思看卖啊，伊想到就讲啊，所以得罪人。有个人一个讲话有较艺术啊，伊会讲啊真圆啊，有法通讲啊到逐项方面拢真好势。但是无论如何，有缘会解释啊，有缘会得罪人。所以伊讲，原来咱若伫言语顶面无解释啊，咱就是一个完全人啊。什么是叫做完全人啊？完全人并毋是讲无有罪恶啊，无犯罪啊。圣经甲人讲啊，逐个人世间人拢犯了罪，亏欠上帝的荣耀啊。啊，然后啊，咱若讲啊到即句讲啥物？鼻空黄下无一个是好人啊。
其实咱每一个人拢是罪人啊。但是伊只讲的完全人啊，什么意思啊？完全啊，伫雅各书啊，常常讲的一句话啊，就是讲完全人啊是叫做成熟的人啦。伊是一个成熟的人，成熟的人，所以因为干呐，咱的话啊讲出去啊，有一日啊，上帝会干呐，会甲咱算账嘛。咱每一句话啊，上帝拢要定咱的罪啊。所以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啊，雅各啊，伊就直接讲，咱着真小心咱的话语咱着真小心咱的话语因为常常会毋对啊。毋但常常会解释啊。好重要，第3节到第5节就讲到指头啊的影响力啊。指头的影响力其实是真大咱来看第3节到第5节啊。咱若将足权放伫马的喙内面，叫伊顺服，就有法通调动伊的全身啊。看船虽然真大，搁互大风来吹逼，只是用小小的舵，就有法通随着总舵的意思来转动。安尼日头伫百体内面也是做水，却会讲大话。看做水的火有法通点到最大的树林树林这讲是讲什么呢？主要是第5节啊。伊讲日头伫咱百体内面也是做水，但是有法通讲什么大话所以伫咱人的规个身躯内面有真多器官其中一个就是日头伊是真小但是伊的影响力真大。所以雅各就直接用3个例来证明这样代志用3个例。头一个例是什么？就是足权徛伫马的喙内面咱若看到咱街路顶面马车甲犁啥，咱看到马伊喙内在是有一块铁徛伫遐这铁是要创啥虽然小小的铁因若甲迄只马比起来，伊是真小但是迄个马车夫有法通借着迄块小小的铁来互伊看卖看，伊要向什么向前行，还是要正肥，还是要倒肥还是要正肥，还是要倒肥我记得顶摆若咧坐甲犁沙，伊佫讲毋是橄榄甲柳讲什么伊讲是玛瑙甲佫一个什么，我则袂，佫一时则袂记得玛瑙甲石粒我头袂明白落尾会晓，但是现做事的人看咱自己袂晓做咯，因为无马车通坐所以有法通想法扣这伊只马大只的马就有法通行伊爱这个马车夫伊向左向右来行，有法通管理第二个例证是什么？第二伊是用船咱知影船真大只船真大只，特别种的像叫做轮船是真大真大。但是船后壁边头伫水里下底有一个叫做舵一个舵这个舵毋是真大小小的啦，小小的舵，但是这个舵有法通来干来影响这只船要向左向右来行向左向右来行。第三伊是讲什么？用火伊讲这个火是真小真小的火但是你有法通点到这个真大的树拿。所以雅各伫遮伊讲的重点是什么？就是讲这种物件虽然是真小但是伊有法通来调动伊有法通来影响，伊有法通来引带无论是马是船还是规个什么规个树拿所以伊就讲到咱的喙咱的指头其实是真小但是会影响咱全身伊影响力实在是真大，伊会带动咱，伊会指引咱的方向怎啊来行，甚至会来什么？互咱的情绪甲咱行事行为咱怎啊做代志甲咱的情绪有法通影响
我给你一个例啊，真实际的例，我相信咱大家人拢捌拄着。你捌用呢？就早起的时阵10数点咯，你甲一个人讲话啊，然后迄个人讲一下话，互你真伤心啊，伤着你啊，互你真生气，真艰苦，互你心内面真无欢喜啊。请问你几日怎啊？你迄日才是个袂好势啊！几日就是为着这项代志啊，规北去有气啊，规北去无爽。当你倒去到厝内的时阵嗨咯你厝内的人甲你讲话你就敢也烧热也烧热，你态度对因无好你的配偶甚至你的囡仔会去影响到，因为你会将你的生气摒伫伊的身上你厝内若有饲狗饲猫的欠菜你会按遐甲伊踢然后你要食的时阵食袂你落去真好食的食物但是你食落去感觉无味无煞，因为干你规北真气因为迄人所讲的话影响你，到你咧困的时阵你也阁是忘记伊忘记一个话所以隔壁困醒又原是安尼，所以咱看到话语其实真重要反倒当相反的咱来讲着当你讲一句鼓励人的话讲一句安慰人的话，讲一句鼓励人的话称颂人的话讲一句好话你互迄个人听了的时阵规日无啥送伊会也轻松伊会也喜乐伊做代志无啥送然后伊对待别人的态度也是无啥送，所以咱会看到言语实在是真重要，所以这个是雅各伫遮所讲的，讲咱特别咱着真小心咱所讲的话咱所讲的话。然后伫第2段第6节到第8节第6节到第8节，伊就讲到言语的杀伤力言语的杀伤力伊会影响伊会什么影响别人伊会互人真艰苦杀伤力伫第6节咱三个看，咱来看第6节指头就是火，伫咱的百体中，指头是一个什么罪恶的世界伊是真歹有法通污秽全身，也有法通将生命的轮点起来，并且是对地狱内面点倒的像雅各伊讲真严重的一句话伊讲咱的指头是看咱像什么看咱像火咱知影火伊若点倒起来伊若烧出来伊会什么伊会毁坏损伤实在是真大我们在伫咱的生命当中咱的经历当中你捌拄着火灾无有的人捌拄着火灾捌拄着伊的厝去烧去烧了的时阵你看到迄个所亏损的伊所烧杀的物件实在是损伤真大伫美国1871年1871年8月初8的时阵暗时8点半伫一个人的叫做什么伊的农场边头叫伊的名叫做 O'Leary 伊的农场的边头就开始火烧起来就开始起来这倒起来了后就规日直烧迄暗烧然后隔日也烧几日烧差不多2日的时间才去拍熄这个火是因叫做 Chicago 的大火The Great Fire of Chicago The Great Fire of Chicago 到这个火了的时阵去熄落伊就发现有100,000个人100,000个人无家可归然后有17,500个建筑物厝咯大厦咯拢烧杀然后有300个人丧失性命当然其中有真多有一个是怀咧拍火的人因丧失性命然后因去甲伊统计迄个大火
互规个社里、规个即七卡五的市啊，因损失了400个 million 啊的美金嘛，就是4亿的美金嘛。所以咱看到一个小小的虾啊，伊有法通点到贵啊。所以外国伫遮就是讲，咱的日头啊是亲像虾同款啊。然后啊，伊讲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啊。然后伊讲啥物啊？伊是看咱从对地业内面点到啊，点的啦。所以啊，咱的这个咱的话啊，咱的日头啊，有法通影响咱规身人啊，规个生命啊。然后第7、第8节的时阵，伊就讲啊，伊的杀伤力真大，但是伊却啊无法通制服啊，是无法通来 control 的啊，无法通讲啊，唔通讲话啊。所以第7节、第8节，伊讲逐款的走兽、飞禽啊、昆虫、水族，人有法通甲伊训练啊，叫伊停就停，叫伊坐就坐。哦，咱看到有真侪在媒体团内面会狗咯、猫咯，你叫伊啊，因有法通叫伊跳就跳，叫伊跳舞，叫伊行，哦，有法通做真侪，敢若因有法通来制服。2礼拜前啊，毋知啥啊，寄互我一个资料啊，我去看的时阵啊，伊讲啊，到伫非洲啊，有一个啊，应该是啊，有一个人啊，伊是对欧洲啊。伊去到美国的，到非洲啊，去买一块真大的地，然后这个地伊甲扎起来，伊伫内面饲啥物呢？饲老虎啊，饲啊狮啊，饲虎啊，饲豹，就是饲跩动物啊。然后啊，伊就是伫内面啊，甲跩狮啊做一个，啊，所以狮啊袂甲伊啊，伊会甲狮啊会甲伊佚佗啊。真大只会使啊，会甲冲伫伊身上啊，甲伊佚佗。伊讲伊就是用伊的时间伫遐来甲因做一个，然后伊来训练伊。当然，伊讲这个无法通，伊无开放，互别人来看，所以啊，外面的人无法通入去啊。伊讲这个是伊家己啊，主要伊是要互即跩野生的动物啊有所在。所以你看到连跩野生的动物啊。看起来无法通制服的啊，无法通管理啊，伊拢有法通来训练啊。独咱的啥物啊？咱的日头是无法的啊，日头是无法的。伊讲圣经讲啊，伊讲逐款的走兽啊，有法通制服啊。啊，咱的言语啊，咱的日头啊，是无法通啥物啊？无法通来掠掉的啊。掠掉的意思啊，就是讲来带领你全身的意思啊。所以啊，这个经文啊，伊的重点是啥物啊？就是讲咱讲话要小心。咱有时阵一句话啊，会影响一个人一生啊。咱一句话啊，有法通影响一个人一生啊。无论是歹的影响，还是好的影响啊，拢伫一句话内面啊。所以咱就好好来管理咱的言语，咱有法通管理咱的话啊，这个是一个什么啊？是完全的啊，伊就是什么？这个成熟的角度啊。什么是这个成熟的标记？唔是讲你信主几年啊，乃是讲一个真重要的标记啊，就是讲咱的言语啊，咱的话语，咱有法通好好该讲的时阵讲，唔应该讲的时阵按遐来听无。所以啊，既然这个什么啊，咱的日头啊，有法通点大，所以既然啊点大的时阵，咱要怎啊，互虾啊，还是叫做咱的圆话啊，袂按遐搁再搬出去啊。啊，伫圣经内面啊，伫箴言啊，第4章啊，有人讲啊，箴言第4章。箴言第4章，伊讲啥呢？箴言第4章啊，伊讲虾若缺了茶，就的确失灭啊！啊，虾若无茶，就干啊会失去啊！若无人传话啊，真紧会啥物啊？会自煞。所以意思是啥物啊？咱着学习一项啊，
话语啊，就知影地是着讲，地是着听啊，地是着空，地是着听啊。啊，然后第三段啊，咱对第9节到12节啊，第9节到12节啊，伊就讲到言语啊，会无可靠啊，言语会无可靠，啊是言语啊袂一致啊，言语袂一致。啊，咱来看第9节到第12节啊，第9节到12节啊，咱用咱的指头来学罗迄个为主为卑，搁用指头来咒詛迄个照着上帝形象受造的人，学罗甲咒詛对一个嘴内面出来，我兄弟啊，这是无应该的。伊讲咱唔通无应该怎么样伫一个嘴内面啊，咱用伊做学罗上帝啊，然后咱用伊做什么啊？来咒詛怀照着上帝形象做的人啊！伊讲唔应该是安尼啊，唔应该是安尼啊！所以人敢若是人哪会安尼啊？人敢若是哪会安尼啊？话语敢若是哪会无，搁做啥无一致啊？敢若哪会无一致啊？讲主要啊，是因为咱人的心的问题啊，人的心的问题。较晚咱来看到，然后哪个啊，伊要讲这项代志啊，伊就讲两个譬如啊，讲无应该是安尼啊，无应该是讲送一个嘴啊，一个是恶罗上帝，一个是咒诅人的啊。伊第12节，伊讲我兄弟啊，无花果树有法通生橄榄嘛？葡萄树有法通结无花果嘛？伊讲你若橄榄树啊，伊结出来是啥物？就是什么橄榄？伊若是葡萄树结出来是葡萄树啊，伊无可能送一个树结两款的果子啊！我咧读我咧看一个网络的时阵啊，就看到有一个真有趣味的故事啊，就是有一个牧师啊，伊也是来伊咧讲一段，伊讲一丛树啊，无花果树无法通生橄榄，伊讲了的时阵啊，有一个人来找伊啊，有一个人来找啊，这个讲啊，伊讲你知无现主时啊，因为科学发达农作业也是真发达因有法通干有法通一个树啊，发4款的果子啦。伊讲啥呢？伊讲有啊，伊捌看到一个人会伫伊的后面叫做什么？伊的花园内面有一丛树啊。伊讲有法通按遐摕梨啊，然后有法通按遐摕桃啊，有法通按遐摕迄个梨啊。当然，伊讲即遮无相的果子啊，因是较属伫一类的啦。因较属伫一类的。原来迄个人是怎啊？是一丛树啊，树身啊。人讲说，即丛树是梨的身啊，但是伊按边头伊按顶面伊甲伊斩断然后再来刻一个梨的树枝伫遐，互迄个梨的树枝生伫即丛梨的树的顶面然后伊按另外一方面另外一边伊搁甲伊斩断搁刻一个桃的树枝伫遐，然后甲伊拔起来慢慢无偌久咱来看到迄个梨的树枝发出来是梨迄个梨的树枝发出来是梨但是伊的树身是一个伊讲有可能是安尼但是虽然是有可能但是咱又愿看到一项就是迄个树枝若是属伫梨的树枝伊才是梨的，伊袂变桃出来桃的树枝也是桃虽然伊的树身是这个所以这个是咱叫做什么？做一个人有法通发达到的一个物件，但是无论一种雅各所用的譬如也阁是对是讲无应该一丛树发出两款的生命第二伊是第二个譬如就是讲咸水甲甜水伊讲一个泉源出来的水若甜就是甜，若是咸就是咸袂做咧有时咸有时甜无可能是安尼。所以咱的嘴
应该发出来的时阵啊，应该出来的话啊，唔然若是侮辱上帝啊，应该是着造就人的话啊，应该是侮辱人的话啊，应该是鼓励人的话啊，唔是咒詛人的话。敢若人哪会咒詛？这是因为敢若心的问题啊，因为心的问题啊。啊，伫箴言第4章23节，咱真熟的10圣经节来讲什么？你着保守你的心，赢过什么？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高效是对心发出来，对啊？因为咱会敢若保守咱的心，赢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高效拢是对心发出来。咱心内面有什么？咱的生命是什么？发出来，对嘴出来的也是什么？所以讲，我收到有一个 Bible 啊，互我真趣味的一个物件。伊讲有一个人啊，伊手里啊换一杯咖啡啊，伊手里换一杯咖啡。咧行路的时阵，有人争伊啊，所以这咖啡敢若就拔出来啊，伊讲敢若是啊，人争着伊啊，拔出来是咖啡啊，咖啡哪会车倒？有人讲因为有人争伊啊，有人争伊啊，所以伊出来是伊咖啡就是嘛车倒啊。伊人讲唔对啊，唔是孤单安尼啊，是主要啊，是因为伊的杯内面啊是摕咖啡啊。伊讲如果伊的杯内面啊是摕汽水啊，人若去争着伊的时阵啊，伊出来倒出来是啥物啊？拔出来是啥物啊？就是嘛汽水。伊若摕水的时阵啊，人争着伊啊，压出来的啊，才是水啊。所以意思伊讲啥物？你的杯内面摕啥物啊？人若争着你啊，你出来也是啥物？所以就讲这个甲咱的生命相像啦。你的生命内面的质素到底是啥物呢？你质素到底是啥物啊？所以人伫咱的生活中间，常常别人会去争着咱，有时阵用言语安遐顶撞咱，用言语安遐伤着咱，用代志安遐互咱真受气。当咱安遐去震动着的时阵啊，对咱的嘴发出来的言语啊，是啥物款的言语？是啥物款的言语？是看你心内面到底有啥物？你心内面，你若心内面啊，有真侪恶毒伫内面啊，你真侪受气伫内面啊，当然你发出来的话就是受气的话你受气出来的话啊，是咒诅人的话。你的心内面啊，若有上帝的话语啊，你出来是啥物啊？上帝的话语所以这就是圣经所讲的。其实耶稣伫马太福音也是讲伊讲你看一张手啊。伊的手是啥物啊？伊的价值是啥物啊？所以雅各啊，同款也是讲这个道理同款讲咱的这个道理其实咱已经意思是啥物啊？咱做基督徒咯咱会记得啦雅各书伊写的对象是做基督徒伊讲咱做基督徒迄间啥物啊？有主的生命伫咱内面咱无搁再一个旧的生命。记得伫圣经讲啥物啊？新造啊，咱伫基督内面，伊就是新造的人。所以咱内面迄间主已经将咱的暗脏的物件按遐洗清去，赦免了咱。所以咱应该就有主的生命伫内面所以咱应该喙出来的时阵就有上帝的迄款生命的表现。伫圣经内面保罗又讲什么是好的物件，咱就去想咱想什么？是什么真实的物件？咱就想一个真理的物件，咱甲想圣经的物件，咱若将最好的话上帝的话放伫咱的心内面人若弄着咱、争着咱还是去欺负着咱出来的时阵是上帝的话，是上帝的话语。人有时阵当然人讲话会伤着咱但是伤着咱咱将咱的这个话语咱就放互上帝，唔通常常摕起来想咱遐想就是人讲咱的一句话咱直直想，直直想，直直想，愈想愈有影，愈想愈艰苦心，变做干
影响真深伫咱的心内。圣经却讲毋是安尼，咱着将这个艰苦的代志啊交互上帝，然后咱着互主的话啊来进入咱的生命。当咱有主的生命伫咱内面啊，当咱有法通掠调咱的指头啊，咱会干啊？头一项，咱的生命中，咱会得到主的祝福啊，主会祝福咱啊，主会喜乐，主会平安啊，主的生命伫咱内面，咱得到祝福啊。第二，咱带祝福互别人啊，咱带祝福互别人啊，因为别人甲咱三做伙的时阵啊，逐日甲咱做一下的时阵啊，伊看讲哦，看来伊那无啥，原来咱干呐？伫言语顶面，咱有法通掠得掉。第三，咱的生命啊，毋但别人，咱家己得到啊，别人得到祝福啊，上帝的名会得到荣耀，会得到荣耀啊！所以啊，伫一段啊，咱要做一个结论的时阵啊，有一位学者叫做 Lehman Strauss 啊 ，Lehman Strauss， 伊曾经安尼讲啊，伊讲啊，我认为啊，伊讲伊认为雅各书第3章啊，是解决现今教会生活中大多数问题也是判变啊的关键啊。伊讲第3章啊，其实是解决教会问题啊的关键啊。意思是啥物？其实就是咱的言语了。哦，咱诶，伫教会内面啊，咱若讲一个造就人诶话啊，讲啊较少讲一个批评人诶话啊，一个酸诶话，一个热诶话啊，一个苦诶话啊，真侪问题会干啊会无去啊。但是咱若讲加一步诶讲啊，加一步诶讲啊，毋但啊教会是安尼啦，就是讲咱家庭中啊。也是咱甲人做一个对待人的时阵啊，咱的问题是因为咱言语是咱的嘴啊，无好好干啊来遮盖的问题啊。所以雅各伊伫这个所在伊就讲啊，讲要做一个成熟的人，的基督徒，咱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伫内面，咱着追求到成熟啊，咱着干啊？将咱的话语，咱就会晓 control 啊，会晓来管理咱的话啊。所以有每一摆咱若要讲话的时阵，咱对这3段来看啊。第一段咱讲言语的什么影响力真大，所以咱讲话的时阵就干啊特别小心啊，因为言语的影响力真大，咱讲话就特别小心。第二段。讲到因为言语的杀伤力真强啊，杀伤力真强，咱着避免伫话语顶面伤害人啊，咱着避免伤人啊，避免伤人。第3段第9到12节的时阵，伊讲因为咱的言语真诡诈，言语干呐真无稳定有时阵伤一个生命但是会讲两款的话意思咱的心口无相送所以咱就干呐，咱就谨慎咱的话语咱就嘴甲咱的心就一致嘴心一致所以我讲一摆讲话每一摆讲话的时阵咱就特别小心。第二。咱就避免伤人。第三，咱就心口如一心甲嘴亲像一所以咱的言语要怎么来咱知影咱就靠上帝因为上帝圣经昨仔讲咱的指头是真像什么地狱地狱是一个罪恶的世界，人无法通来管理所以，既然人无法通管理，啥有法通管理上帝有法通管理心灵有法通管理所以咱就互心灵来管理咱一生伫加入太书讲到心灵的价值其中一粒是啥物
其中一个价值啊，是咱着有节制啊。啊，话语顶面咱也是着节制。然后雅各啊，伊刷落去啊，伫第13节到第18节啊，伊继续讲啊，咱要啊言语啊，咱的话，咱的嘴，咱要来管理伊啊，咱着需要什么啊？智慧啊，咱着需要属天的智慧，因为属天的智慧会表现出属天的迄款的生活啊，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下礼拜啊，咱会过来看啊，过来看煞，就是要怎样以属天的智慧，才有法通管理，好好管理咱的喙舌啊，好好管理咱的喙舌。啊，所以今仔日咱早经啊就到这哈，早经到这啊，刷落去啊，咱看卖看有啥啊？你若有问题爱问的啊，还是你有爱讲的啊，你有法通，请你啊，有法通伫遮啊来分享啊。